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一齊嚟重溫一個改變咗全世界嘅故事——2008年金融海嘯。呢場海嘯唔係颱風海嘯，而係由華爾街貪婪同埋金融系統大漏洞引起嘅世紀金融災難。佢令全球經濟倒退10年，好多人一夜之間失去屋企、工作同埋積蓄。香港都冇幸免，恒生指數由3萬幾點直插落去1萬點，蒸發咗超過6萬億財富。嚟聽下呢個故事，由點樣開始到點樣結束，同埋我哋學到咗乜嘢教訓。一切要由2000年代初講起。當時美國聯儲局將利率大幅調低到接近零，錢好平，銀行好慷慨。美國人個個都想買樓，樓價年年升雙位數，好似永遠唔會跌咁。銀行為咗賺更多，就開始俾次貸 subprime， 俾啲信用差、冇穩定收入嘅人，甚至有人冇收入、冇工作、冇資產，都可以借到幾十萬美金買樓。銀行心諗，反正樓價一直升，就算借錢人還唔到，都可以收返樓再賣貴啲。呢個就係著名嘅樓市泡沫。銀行唔止借錢咁簡單，佢哋仲將呢啲高風險次貸打包成抵押貸款證券 MBS， 再變成擔保債務憑證 CDO， 賣俾全世界嘅投資銀行、退休基金同保險公司。評級機構居然俾晒 AAA 最高級評級，好似超安全咁。仲有信用違約掉期 CDs， 即係保險合約，話萬一有人還唔到錢，我幫你賠。呢啲金融衍生工具層層搭搭，變成一個幾萬億美元嘅巨型紙牌屋。華爾街大銀行如雷曼兄弟、貝爾斯登、高盛，全部玩得風生水起，獎金多到爆。但係呢個系統其實係沙灘上嘅城堡，一有問題就崩潰。2006年中，美國樓價開始跌，借錢人還唔到錢，發拍屋大增。2007年4月，全美最大次貸公司 New Century 破產。8月，法國 BNP Paribas 突然凍結3隻基金，話 CDO 價值算唔到。全球銀行開始驚，互相唔借錢，信貸市場凍結。2008年3月，華爾街第5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爆煲，聯儲局逼住 JP Morgan 以$2一股收購，之前股價170幾。呢個係第一個大警報，但當時好多人仲以為只係局部問題。2008年9月7日，美國政府接管2大房貸巨頭房利美同房地美，但最致命一擊係9月15日，雷曼兄弟正式申請破產。呢間有158年歷史、第4大投資銀行，資產高達6000億美元，就咁倒閉。因為之前美國政府救咗貝爾斯登同 AIG， 但拒絕救雷曼，話要市場紀律。結果全世界即刻大亂，股市狂跌，銀行擠提，信貸完全凍結。道瓊斯指數單日跌超過500點，全球金融系統差啲崩潰。呢一日被視為金融海嘯嘅正式爆發日，海嘯即刻傳遍全世界。歐洲冰島3間大銀行倒閉，國家差啲破產，歐元區開始債務危機，亞洲出口大減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首當其衝。恒生指數由2007年10月高位31,958點，直插到2008年10月最低10,676點，一年跌咗66.6%，蒸發超過6萬億港元財富，樓價跌18%，租金跌19%，成交量跌22%。香港 GDP 2008年全年只得2.5%增長，上半年仲好勁，下半年急轉直下，第四季更負2.5%，失業率由3.2%升到5%，好多金融從業員、出口商、旅遊業都中招。好多香港人回憶，當時股市每日跌千幾點，ATM 機前排長龍，銀行都驚。最後美國政府終於出手，10月3日通過7000億美元 TARP 救市計劃，注資銀行，買壞賬。聯儲局印銀紙救 AIG、救花旗、救通用汽車，全世界都跟住做，
中國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，香港政府亦推出多項紓困措施，包括減稅、擔保貸款、創造就業。接下來，市場開始穩定。金融海嘯到2009年中先正式結束，但危害持續好多年。我哋學到最大教訓係，貪婪同監管鬆懈會摧毀一切。太大而不能倒嘅銀行其實係定時炸彈。金融創新唔可以脫離實體經濟。之後全球推出多德、弗蘭克法案、巴塞爾3等新監管，至今仍然生效。今日回望2008年教訓仲好寶貴，因為2020年疫情、2022年通脹都冇再出現當年咁大規模系統性崩潰。多謝大家聽完呢個故事。如果你想知更多細節，或者想我幫你改稿，例如加埋香港名人故事，或轉做勵志版，隨時講聲。記住，歷史係最好嘅老師，投資同理財都要謹慎啊！